歡迎收看我家消息，為攜手並進和諧、友善、大愛嘅家庭融洽環境，我老陳家家委會負責人兼財務部部長我老婆，連同娘家督導組於4月15日在我家落實貫徹切肉不離皮精神。值得提一提嘅係，當日全面展開咗心心相連家庭貧困成員走訪活動。我哋一齊嚟睇下報道。上晝8點，家庭抉擇人老婆陪同外父佬、外母乸組成家庭領導班子，專程前往丈夫農場進行聚餐慰問。外父佬啊，你嚟探我先有雞食㗎咋。係呢段時間呢，你個農場嘅雞鴨牛多咗唔少啊。喺我嘅英明領導之下，治理有方，先有咁嘅成效啫。娘家督導組外母乸表示，此次走訪女婿住處聚餐，主要發揚和諧精神。走訪到家庭內部，係深入貫徹落實改善人生，使得女婿逐步脫貧，實現家庭共同富裕。同時，外父佬指出，夫妻雙方要秉持住和諧共處精神，少嗌交、莫動手嘅理念。外父佬仲多次親切慰問女婿生活上嘅難處，並提出女婿要從食好、住好、飲好、錢夠使4個出發點而努力。而老陳家家庭負責人老婆講到，夫妻共創和諧一直係我家保持平等發展嘅重要核心工程，將會優先以關愛到丈夫每一個角落，以體貼與包容構建友善家庭作根基。外父佬外母乸睇見咗女婿嘅畜牧養殖上嘅不足，特派專員大舅哥細舅仔前來牛舍技術指導。家庭負責人老婆講到，如此高效嘅娘家關愛，使得女婿脫貧進入倒計時。而我家家庭但凡有新成員誕生，外母乸便會不遠千里趕赴現場幫扶。此次走訪慰問係對老陳家家庭關係和諧嘅有效舉措。家庭負責人老婆指出，佢永遠有娘家嘅保駕護航，一切嘅家庭勞動聽從安排，無需擔憂。正所謂取得賢妻抵過金山銀山，不僅加快咗奔小康嘅進程，更避免咗唔少家庭矛盾。此次嘅慰問，外父佬外母乸嘅到來，更多嘅係精神上嘅鼓舞，就好似生活因佢而明媚，好似陽光穿透雲層，照亮前路。你播完未㗎？報告老婆，家庭消息報道完畢。咁仲唔快啲去洗衫？成堆衫未洗，係咪想我一巴冚死你啊？仲唔拎去洗？但係今次外父佬外母乸過嚟慰問，佢話啲家務等你哋做㗎，你仲應承要俾夠零用錢我使㗎，講好咗食好住好洗好飲好㗎嘛。哦，係咩？食好飲好啊，死好係咪啊？你呢想點死啊？你話俾我聽。